10月17日，挪威议会举行了一场宣讲维吾尔人种族灭绝事件的证词会议。会上，由中共集中营证人塞拉古里、凯利比诺尔、古里巴哈尔、欧马尔拜卡利等分别作证，讲述了自己在中共集中营的悲惨经历。与此同时，数百名居住在挪威的维吾尔人在议会大楼前举起亲属的照片，强烈抗议中共压迫者的种族灭绝行为。居住在英国的尔巴哈特·奥塔拜是一名49岁的哈萨克族男子，是所谓新疆拘留营和强迫劳动的幸存者。奥塔拜计划起诉英国政府未颁布任何法律限制进口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生产的棉花产品。奥塔拜上周致函英国国际贸易部，要求英国贸易大臣解决英国政府持续失败禁止从所谓新疆进口棉花产品到英国的问题。信中提到，这是对英国国际贸易大臣未能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到英国，或采取其他一些实际措施阻止所谓新疆棉花出售给英国消费者的挑战。奥塔拜的律师保罗表示，如果英国政府拒绝禁止从所谓新疆进口强迫劳动生产的棉花商品，奥塔拜将在伦敦高等法院提起诉讼。据英国政府发言人称，在过去的1年中，英国政府针对在所谓新疆开展业务的风险出台了新的指导意见，加强了进口管制，并承诺对不遵守现代奴役制法的组织实施经济处罚，颁布了针对政府机构新的采购指南。东突厥斯坦占全球棉花产量的20%以上，占中国棉花产量的80%。中国是最大的纱线生产国和出口国，也是最大的纺织品和服装生产国和出口国。从10月9日起，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在德国议会大厦和德国总理办公楼之间的道路上举办了为期5天的展示维吾尔种族灭绝图片展。所谓的新疆警方档案中显示的维吾尔人质照片排列在这2座重要的政府大楼之间，引起了政府官员和立法者的关注。2010年，德国议会宣布中国镇压维吾尔人的行为为反人类罪，未称种族灭绝罪，让德国议会承认维吾尔族种族灭绝罪已成为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当前的重要任务之一。对此，从10月12日起，以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多罗库奈沙为首的代表在柏林的德国议会开始了一系列的活动。同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领导人与部分议员就在德国议会建立维吾尔友好小组的问题进行了联合讨论。中国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于10月16日在北京开幕。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率先代表中央委员会发表了工作报告，阐述了全新的中国式现代化蓝图。外界分析认为，习近平即使得到这次史无前例的连任，仍然无法摆脱中共面临的5大困局，分别是家庭和企业信息崩溃、清零政策重创经济、房地产市场陷入危机、科技企业遭打压后大幅裁员，以及金融系统的脆弱。彭博社分析认为，中国家庭和企业信息的崩溃，在很大程度上是习近平清零政策所带来的结果。全国各地反复的封锁不仅加剧民怨，也重创了中国经济。投资者和绝望的中国民众都希望在20大之后，中共能够放松清零。但路透社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说，20大不太可能出台任何直接或大幅重振经济的政策。近2年来，中共监管机构对科技企业发起了一系列的打压行动，引发了科技企业的裁员潮，导致了年轻人的失业率也创下了历史新高。与此同时，中国金融系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